韩阁主说的是啊，我燕洛天站在你这边。狼狈为奸，一起上吧！你废了我的斗气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杀你，你也配！云岚宗力派千年，不想今天竟有此劫。小子，你的戏该唱完了。如今斗气大落，妖气横行，云岚宗不仅未见一人出战，你身为五大家族的领袖，还硬说你要闭关修炼，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？云岚宗已经投靠了魂殿吗？你想死？胆敢在各派英雄面前污蔑云岚宗，是魂殿的爪牙。你只派云岚宗13长老灭我萧家满门，抓走我爹交给魂殿，我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，结成了你结下的亡魂。今日我上云岚宗，第3件事便是替我萧家报仇，斩云山，讨公道。云山老狗，下来受死！布阵！云山，你背弃五族，投靠魂殿，灭萧家满门，秦族长萧战。今日我古族就要替天行道，与你不死不休。古族龙母，你管好自己家门，云岚宗之事与你无关。我自幼萧家长大，如同亲生。倒是你，投靠魂殿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吗？轩儿，不用跟他废话。你们两个半大的小孩子，竟敢血口喷人！你们真的认为可以在这里抖威风吗？萧炎，你联合古族龙母，对云岚宗、星运阁，甚至是纳兰家，
挑起纷争，破坏五族联盟的情谊。你才是叛徒，别有用心的小人！还在狡辩？待我把你云岚宗踏平，我倒要看看你的主子血宗出不出来管你！狂妄！拜见蛇王陛下。不是让你们不要来了吗？蛇王有恩于蛇人国，您有难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言出必行，有恩必报，这也是女王陛下的意思。多谢了。都到齐了吗？帮你的人倒不少啊！既然都来了，就都不要走了，变阵！结阵！全族活到头了！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，他不肯把古玉给我，我只有让他去魂殿祭坛，让他好好的想想明白。你就跟你爹一样，倔脾气。我看我把你挂在祭坛的时候，是不是还能这么倔？天火三玄殿，天地殿。这样的功夫，无极变！
小子，我现在让你尝一尝云岚宗13剑的滋味。就这小子，挑起五族纷争，想毁了我们云岚宗，杀！想毁我云岚宗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终于出来了，哪位是折云少？我是。就是你！什么狗屁斗皇强者，就是给魂殿做奴才的软骨头！今日，整个云岚山就是你们14个人的棺材！天下的云岚宗毁到这个地步，就算死了，也可以名落了。范大人，救我！救我！再起战阵，我治你们一臂之力。这次他是真的要形神皆灭了。杨老，都怪我，把你拖到麻烦里来了。哼，你不是说只来赴3年之约，为什么不见好就收呢？我萧家一灭，云山和寒风联手投敌，五族已经折了3只了。纳兰家和古族也危在旦夕。我这3年之约，只不过是丝绸罢了。可如果这些害群之马不除，斗气大陆永无宁日。我萧炎从来都不是这种卑躬屈膝的人啊！说得好，小子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已经准备好要为那个人付出一切。如果今天你能活下来，你一定是那个人。让我们再送他们一份大礼。
相公，我带你走，我们回魔兽山脉。相公，相公。萧叔叔被抓来云岚宗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了。他告诉我，要保全自己，努力活下去。你如果见到他，请替我告诉他，对不起。你带他走吧。相公，你醒了。哭什么哭啊？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。相公，你被诊断了心脉，我救不了你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救你，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救不了就死吧。能杀掉那么多叛徒，我满足了。不行，你不能死，你不可以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等着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找药。你一定要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药。你一定要等着我回来，不准你死，听见没有？醒醒，醒醒了！哎，这回真的快死了。到了下边，见了你娘，替我捎句话吧。
问他好。其实师姐当年对我还挺好的。师父，来了。徒弟给您谢罪来了。师父，徒弟让您受委屈了，一直待在这纳戒里，徒弟对不住您。想当初我杀您的时候，您的头发还是黑色的，如今都已经花白了，徒弟对不住您。徒弟大了，师傅自然就老。你是来看星陨阁的宝贝的吧？我是来看您的。都在这儿。师父，这是？这个是你师姐画的，这个呢是小六子画的。哦，还有这一张，这是你画的。师父竟然还留着我儿时的功课。小时候我让你们抄药谱，你师姐听话，抄了满满一张，其他人呢都想偷懒，只有你画了斗帝和魂灭生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这个徒弟将来有出息，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出息。我知道师父恨我。我此来就是向您道歉来了。师父，我知道，在您的眼里，我就是个欺师灭祖的混蛋。但是您有所不知，我做这一切事情，不是您想象的那样。我想求您先原谅我，再听我慢慢跟您解释。真的知错，徒儿真的知错了，求您原谅我。
你这孩子还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师傅，您听我说，黑暗将至，魂面生马上就要杀过来了。萧炎现在在外面只是一个废人，咱们星陨阁现在只有靠我一个人了。我需要您尽快把那些宝藏、斗技功法，还有异火都传给我，赶快让我成为天下第一。我救您出去，我要让您亲眼看着我杀了魂灭生，到时候您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。宝藏？你说的是什么宝藏？你师姐叛变的时候都把它交给魂灭生了，他没告诉你吗？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师父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星陨阁。当初我杀您，完全是被逼无奈，我必须先让魂灭生相信我，您懂吗？您相信我吧。如果我当初不那么做的话，咱们所有人都得困死在祭坛上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您别无选择了，师父。祭坛，萧族长还在那儿，那刚好。我去的话，还可以跟他聊聊他的好儿子，这样也不错啊。我知道，现在猛一下让您相信我，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是来不及了，魂灭生马上就要来了。这样吧，先把古玉交出来，给他。缓一缓，这总可以吧？哦，不在你身上吗？哼，星陨阁阁主居然没有地托古玉啊！师傅，你教还是不教？别绕弯子了，没时间了。你要不教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出去杀了萧炎。韩风，臭小子，上辈子欠你的还真多啊！我跟你走，但古玉，我要亲自交给魂灭生。可以。对了，我的古灵冷火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是不是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一定要给你？那本来就是你答应要给我的，你忘了？是你食言在先呢，师父，我才对你动了杀机。如今搞到这个地步，全都是因为你咎由自取，你才是星陨阁最大的罪人。师傅，我这就带你回家。你脚下是生了根吗？唉，我要是能够出去啊，我就亲手灭了你这个孽徒！我是忠是奸，你终有一天会知道的。
小子，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，你要是不服气，就上魂殿来拿。这发生了什么啊？你还说还不都怪你？又迟到了呗。萧炎呢？你的心脉诊断了，我救不了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像刺一样扎在我心里这么多年。小的时候，我被送到萧家做你的妹妹，是带着工作的任务来的。我为了工作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小燕哥哥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我可以简单的爱你。
你找到爹了吗？找到了。他是不是受了很多苦？他被悬挂在铁链上，七窍堵塞，罡风吹透身体。我还会再去的。你疯了！我看见那个魔头了，原来他也会有所顾忌。放心吧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，我不会再去冒险的。等我下次再去，我定要彻底击碎那个气塔，解救五族的英雄，然后就如预言所说一般，封印魂灭生。你相信那个预言吗？小时候，长老们常跟我说，当年斗帝带领五大家族的英雄，用天地星辰的力量，把整片海洋都变成了千年玄冰，封印了魂灭生。一直以来我都不信，可现在我知道，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。我宁可那都是传说，那些都是大人编出来的故事。为什么？我总在想，如果我们没有去过迦南学院，如果你只是一个药铺的伙计，那这些苦难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？黑暗已至，我好害怕历史重演，我害怕你真的会变成预言中的那个人。萧炎哥哥，你就当薰儿没有出息，我也不想参与什么历史，只想找一个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人的历史是人写的，不是老天爷写的。你说什么？苦难不是我们躲着它，它就不会降临了。历史也不是我们不去相信它，它就真的不曾发生过。我还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就是预言里的英雄，可只要我还有一点能力，我就不会让黑暗落到我们头上。雪儿，我也许解救不了天下苍生，可是你，我一定会保护到底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是我说错话了吗？没有，是我太高兴了。那就好。休息一下吧。
累了。萧炎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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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炎哥哥。没错，这就是萧家的那块地陀古玉。我记得出云帝国的老皇帝，就是因为有了一块地陀古玉的保护，才在范劳的控制下保留了一丝神智。这块古玉打造的时候，斗帝尚未涅槃，因此他亲自加持我，灌注了自己的信念，可以让持有地陀古玉的人不受魂殿邪术的影响。你呀，最好把它带在身上啊。好。上古天体，用来镶嵌古玉正合适。长老回来了，走，快！云山老宗主，我们这一路飞回来，怎么也没个接应的呀？斗气又长了一截，竟然一招之内就能打退古河和寒风。我怕你打不赢他。弟子自当竭力，不丢了宗主的颜面。如果你能杀了他，你这宗主之位就可以做得很踏实。弟子明白。你的黑罗刹练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？
吃惊了？从你爷爷把你送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爷爷他是敬佩宗主的为人，又想与云岚宗交好，所以才……你以为你晚上窥探我不知道吗？你以为当真可以在天下人面前堂而皇之的吞并云岚宗，集两族之势，你成为两族之首啊！小丫头，你的野心也太大了吧！跟我来，有样东西给你看。你看，8场世纪初，我们师徒的缘分也尽了。纳兰族长，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，黑罗刹是范大人所赐，淬炼之时，自然加入了他的血液和密咒。你练了这么多次，你应该感觉到你跟他有感应了吧？如果不是他，你认为你可以驾驭黑罗刹吗？嫣然呐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。白天你即位宗主，晚上你和古河大婚。婚礼之后，你就把地陀古玉交给我，然后宣布纳兰家效忠魂殿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小徒弟啊，你笑一笑。这出戏该我们出场了。参见宗主，参见宗主，参见宗主。云岚宗历派千载，宗主代代传承。我执掌云岚宗60年，现在终于发觉，我有一点力不从心。能闭关修炼，让我的修为更上一层，这乃是我晚年之大愿。可惜，现在黑暗将至，我俗物缠身这个愿望，始终不能实现。如今我找到一位
有能力、有资格掌管云岚宗的弟子。云岚宗弟子纳兰嫣然听命。弟子在。第53代云岚宗宗主云山，将宗主大位相传于你。今后，你要抵抗黑暗，铲除邪恶，矢志不渝地将云岚宗传承下去。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云岚宗弟子听令，在。如今，云岚宗一切事务全权交给新宗主，若有不从者，以背叛宗门论处。纳兰宗主之令，莫敢不从。云岚万色，五岳朝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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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乌坦城萧家，萧炎拜山。今日是云岚宗宗主新老传承的大喜日子，你来何事？来赴3年之约。少宗主，今日大典，这等不知趣的东西，让弟子们打发了吧。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一点恩怨，不如今日便了结。3年之约，我来了。你很守信用。当年你带给萧家的退婚之辱，今日请一并还回来。这3年里，我反复想过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大概还会那么做。不过伤人非我本意，还请你原谅。你我一战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来吧，纳兰嫣然。
是为了保全萧家颜面，我爷爷便会强行悔婚。全部还给你。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巨王。少宗主，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斗王级别了？终于拿出真本事了吗？这么多年，天天伪装，不累吗？真是虎狼之心。萧炎，定胜负吧！阴风射狼拳，第二式。女儿，爸，进步！你输了。按照当年约定，我死该跟你为怒为避的。你早就该想到今天的。是啊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3年我一直都在输。
对收你为婢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只不过输了一次，何必这样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女儿，爹，我们走。少宗主，来，到这边疗伤。爹，哎，你要是不想让你的女儿成为一个短命的宗主，我劝你还是少说两句。你觉得呢？请少宗主放心，只要吃上我一颗丹药，斗气就可以迅速恢复。但是也请少宗主明白，如今你对老宗主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所以识相的还是尽快的把纳兰家的古玉交出来。少爷，3年之约你已经赢了，快退去！今日我上云岚宗有3件事，第一件便是这3年之约。第2件，就是替我娘报仇，洗清她的冤屈。你娘，龚文心，当年你们为了星陨阁的宝藏，恶狗一样扑到萧家发难。云岚宗纳兰家、星陨阁为虎作伥，同流合污，逼死我娘。你们以为这笔账我忘了吗？萧炎，你不要说大话了！就凭你这点斗技，就敢挑衅我们云岚宗了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了？萧炎，既然你拿这件事情来发难，那我就跟你论一论是非。当年我们围攻萧家的时候，不是为了星陨阁的宝藏，是为了给前阁主药尘报仇。你娘害死了师父，拿走了宝藏，是他自己说，宝藏早就交到魂灭生的手上，天下英雄皆可出来作证。你娘如果真的有冤屈，她又何必畏罪自杀呢？你说你娘不是叛徒，拿得出证据吗？若你拿得出证据，